歡迎大家，我哋今日一齊睇下小熊嘅故事，睇下佢頭頂嗰朵烏雲點樣變成彩虹啦。小熊嘅嫲嫲離開咗呢個世界，自從嗰日開始，小熊頭頂就多咗朵一直落雨嘅小烏雲，烏雲搞到小熊全身濕晒，好唔舒服。但係佢唔想俾人擔心，決定扮到好堅強。小熊戴頂大帽，想將烏雲收埋，但係烏雲越變越大，小熊覺得好攰，好辛苦呀。佢行到公園，見到其他小動物開心咁玩，自己就匿喺樹底，覺得好孤單。呢個時候，慈祥嘅老狼爺爺行過嚟，輕輕拍下小熊個膊頭。老狼爺爺話：想喊就痛快咁落一場雨啦，落完雨先會見到靚靚嘅彩虹。聽到呢句說話，小熊終於忍唔住大喊出嚟，話好掛住嫲嫲。雨水嘩啦嘩啦咁落，喊完之後，小熊覺得心入面舒服晒，頭頂嘅烏雲慢慢散開，太陽出返嚟，烏雲變成咗一道溫暖嘅彩虹。原來容許自己傷心都係一件勇敢嘅事啊！